喂，大家好嘛？利迷都唔方好啦，阿仙奴球迷就好好啦。咁啊，因為咧，似乎英超冠軍咧都高唱入雲噶啦。咁而利物浦方面咧，問題係多羅羅啦。咁啊，進攻入波咧就好似賭錢推晒啲籌碼出嚟打全攻陣啦，4-2-4咧先入到波嘅。咁但係咧失波就好似俾人一刀嘅穿咁樣。唉，錄影時間呢，就係輸俾班福特喺英超4連敗之後啊，咁應該或者係希望係最差嘅時間啦。咁啊，各位球迷 pick up 翻個心情未呢？定係仲要啲時間止下血咁樣呢？唉，問題咁多都唔知講邊樣先好啊！咁今日就係咁易抽幾樣啦吓，咁咪要講晒所有問題呢？天光都未講晒嘅。咁啊，講到第一個失波呢，就係輸界外球嘅手榴彈啦。咁今季由季前賽開始都見到，哇，輸好多死球啦吓，無論罰球也好，角球也好，或者係角球嘅二次進攻也好，咁發覺呢，其實，唉，足球嘅潮流呢，似乎已經改變咗。以前可能打速度對抗，快打快，啊或者之後打防反啦。控球在腳啦，啊或者高普式嘅逼搶啦，或者幾種戰術嘅融合啦吓，哦原來都過晒時噶，依家咧係打死球，係打界外球啊，咁咧其實利物浦教練團隊都知嘅，即係佢哋有練過，咁但係練過防守呢啲界外球咧都照輸，冇計啦吓，咁啊唔單止係方法問題啦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個 duels 啊，咁啊強度嘅問題。咁眾所周知，利記踢波踢得多啦，無論係國際賽期，大部分嘅主力都係國家隊正選啦，跟住仲有喺英超、歐聯、杯賽3日一場咁樣咧，咁啊體力消耗都多啦，咁啊令到嗰個 duels 都輸咗，搶波，咁冇計嘅，咁呢個可能啊，相比之前會唔會訓練方法嘅問題咧？因為諗起上季講過話，喂。slot 嘅訓練呢就冇咁扯嘅，不過時間多啲，咁係咪冇咁扯就令到隊波呢啲對抗就輸咗呢？咁啊根據史內嘅講法呢，吓，之前講嘅輸 duels 嘅話呢，就唔使講其他戰術噶，咁依家呢就似乎有呢個嘅問題啊，睇下點樣調整啦吓，教練團隊方面啊俾啲耐性啦吓，咁跟住呢，另一個問題就係冇沙拿啦。冇沙拿何去何從咧吓？其實呢個都係小弟無論喺直播好啊，或者係自己諗利物浦也好啦，都一直諗緊嘅問題，因為佢金球獎，我諗聽緊嘅，尤其利物浦球迷咧，都認同佢會係2024至25嘅金球獎得主啦。咁我哋嘅英超冠軍好多時候啊，好多嘅程度都係靠佢啦。咁但係今季都真係大跌喎，要乜冇乜，狀態唔好啦，心態又好似有啲動搖啦，黑面啊，喺個 X 嗰度啊鏟咗啲個人簡介啊，關於利記嘅嘢啊，點算好咧吓？啊諗諗下咧，即係睇到 The Athletic 嗰篇文咧，啊佢又講話啊摩沙拿咧對住賓福特嗰陣咧就入中間，咁啊有條友咧幫佢拉右邊嘅。上半場係 floor，咁下半場咧，摩沙拿入波嗰陣咧，嗱係蘇寶壓翻個波上嚟噶嘛，咁就係蘇寶幫佢喎，咁以蘇寶嘅跑動範圍咧，咁真係無論壓迫啊，定係進攻啊，overlap 啊，都真係有權咧幫摩沙拿拉右邊嘅，咁摩沙拿就入中間啊，咁有啲似美斯啦吓，美斯阿根廷咁有時迪保羅幫佢拉右邊啦，咁啊巴塞隆拿年代亦都試過係阿維達爾啦吓，即係個頭好尖嗰個啊，佢幫佢拉右邊，摩沙拿咪啊發揮佢嘅視野、技術啊、助攻能力啊、射門啊，咁喺中間啊禁區頂啦偏右去運作下咯，咁應該都得嘅。域斯佢都唔係話覆蓋範圍好大嘅，咁佢阿 Flo 喺禁區頂偏咗，會唔會係一個解決方法咧？咁當兩個攻中咁咯吓，摩沙拿一定要轉型噶啦，30幾歲唔通仲靠咩轉向速度、爆發力、身體對抗嗰堆嘢咩？你靠得幾耐啊？咁啊之後
中場再點樣教啊，再點樣調整啊，再講啦嚇，咁加分俾防中啦，默默狀態唔夠啦，中斯就踢慣後備嘅啦，OK 嘅嚇。咁另外講到沙拿咧，雖然方法係有啊，咁但係咧咩方法都好，冇狀態咧，始終都冇鬼用啊。咁點樣令到佢有狀態咧？或者幾時佢會有狀態咧？嗱，好老實講，佢喺利記咧就差唔多乜都贏過晒嘅。以前贏過 Champions League 啦，上季贏過英超啦，咁但係咧，須知道今季又有非洲杯，有世界杯決賽周，佢喺埃及咧，其實就乜都未贏過嘅，頂多就係兩次非洲杯嘅亞軍啫，一次17年啦，一次就係22年啦，輸咗俾文尼啦，咁個人好慘啊，互射12碼都冇去份嘅，所以作為一個人，我都理解。即係佢注重國家隊啊，喺國家隊先真係下下硬橋硬馬去盡啊，明嘅。咁所以呢，我估計穆沙拿喺利記幾時個狀態會起呢？下半季啊，踢完非洲杯，跟住準備谷個狀態打世界杯嗰陣呢，咁利記如果可以喺當中受益嘅話呢，咁就 OK 啦。即係呢個我個人嘅感覺啦。咁當然佢咁高嘅人工，跟住又眾望所歸啦，又續約啦，又點啦，咁大家可以唔滿意噶。跟住另一個想講啦，就係卡卡斯啊。嗱，卡卡斯咧真係再難搞啲噶啦。睇到佢似乎無論個硬件啊，定係軟件啊，都同巔峰嘅 Robbo 有一段嘅距離啊。咁即係依家 Robbo 咧防守嗰個腳步跟唔上對方啊，或者專注度跟唔上咧就好明顯嘅。咁所以依家無論出佢定係出 Robbo，都好似唔係一個最好嘅答案啦。咁卡卡斯固然係有潛力嘅，咁見到佢最勁嗰樣嘢咧，就係嗰個轉向嘅速度啦，或者係頭幾步咧，俾人推過咗一半，又可以追得翻嗰個單對單嘅防守攔截咧，係 OK 嘅，對住馬杜亞基都掂嘅。咁但係其他嘢又好似真係冇乜特點噃，無論係進退嘅時機咧，插入嘅時間啊、位置啊、腳下功夫啊，即係莫講話攞波嗰個可以帶嚟嘅變化啦。咁我哋即係見到卡卡斯咧，就會覺得啊，原來 Robbo 佢都係一個傳球手嚟嘅，呢樣嘢咧就唔易學噶吓。短期內咁啊，唯有同 Robbo 去平分出場嘅時間啦。嗱，長期嚟講咧，睇佢做法啦。如果唔係，可能都要揾第二個選擇。咁講完一啲現況嘅問題咧，咁講下未來嘅預測啦。咁其實咧，未來嘅預測好簡單嘅啫。如果上季拍片講預測咧，咁全部都講贏贏贏贏贏，咁差唔多搞掂噶啦。咁今季咧，基本上你話除咗對住狼隊同韋斯咸之外咧，全部預測輸都得噶，有呢個道理嘅吓。不過拍特片啊，梗唔係講啲咁廢嘅嘢啦。有例外嘅。我話喺直播都講噶啦，有睇直播知啦吓，成日都講啊。22-23球季主場對住曼城嘅比賽，咁當時咧個球季就中場年紀大啊，法賓奴、軒達臣、米拿、費明路、基達、張伯倫都係最後一季嘅咧，即係準備換代嘅。跟住咧隊波啊乜都跟唔上人哋嘅，打翻個中前場壓迫咧死梗啦對曼城。咁還記得咧嗰場之前咧，大家都睇到個陣，哇後面有壓落又做高美斯，跟住好焦慮嘅。可能會覺得輸俾曼城啊3-4-5球都唔頂嘅，不過出到嚟咧又真係奇景嚟嘅，因為利物浦拍大巴打防反，真係頂得住啱啱嚟到嘅布歐夏蘭特噃。最後穆沙拿一戰定江山啊，嗰場係贏噶，嗰場咧係打翻個士氣出嚟噶，哪怕係一場嘅啫。咁呢樣嘢咧就真係我諗。過多幾場啊，跟住試下唔同嘅辦法啦，跟住試下都冇乜起色啦吓。嗱，呢個都預咗下，預咗先吓。跟住再之後啦，12月初對皇家馬德里喺晏菲路，喂，如果你繼續咁打，你試下，你夠薑，你試下繼續賭博式咁樣對攻啊，真係輸夠5、6、7球都得嘅。咁所以我諗教練團隊都會遇到嘅。咁睇下呢個時候撥個輪俾高普回憶翻呢場波咧，
講緊2、3隊曼城咧對住皇馬啱用噶啦，打防反拍大巴，唔好輸先吓。如果有條友入到波嘅，贏到嘅，咁咪 bonus 咯。咪對於個士氣嚟講吓，可能成個球季咧都幫到手嘅吓。進而作客曼城可能都會有幫助咁樣啦。係啦，呢個就係少少吓有轉機或者係有轉變嘅一啲諗法啦。咁另外一樣嘢啦，見到哇啲留言啊，或者係各路嘅風聲啊，有啲報道啊，就話阿拉索個帥位唔穩咯，冬天咧，會唔會揾另外一個領隊咧？適逢輸咗俾曼聯之後咧，高普嘅訪問亦都出咗嚟啊，跟住好多人都 cap 咗一句就吓，高普叔叔話：喂，唔排除會翻嚟利記咁樣。嗰個訪問咧就之前做定嘅吓，咁但係咧咁啱就擺咗出嚟咧，所以就真係阿拉索應該好大嘅壓力噶啦。Touch wood，如果真係搞唔掂啦，冇乜辦法啦，阿拉索而家失去支持啦，要換領隊啦，點算咧？要換邊個咧？啊，我希望唔好辛苦高普叔叔佢老人家翻嚟啦。始終作為領隊好忙噶嘛。作為一個愛高普叔叔嘅人咧，都希望佢，遊下山換下水啊，多啲睇戲，同親友去見面啊，享受下人生啊，打下 pickleball 啊咁樣啦，即係 pickleball 最近喺香港都好似好興咁樣啦。係啦，享受多啲啦。今次嘅低潮，大家有冇諗起學神之亂啊？其實咧。雖然真係唔可以攞嚟比較，但有樣嘢都幾相似，就係期望與落差咧，個分別真係好大嘅。學神之亂，學神你當踢第一場之前啦吓，或者當時第一場和咗阿仙奴之後啦，喂，大家應該預利物浦都有得爭下前四啊，係咪？咁卒之係落到去第19。其實咧講嗰個期望與落差，喂，今季之前。無論各路名家、超級電腦啊，我哋利迷啊，當然啦，咪認為利記哇有得爭英超冠軍，蟬聯啦，跟住又贏埋歐聯啦，2個杯賽啦，甚至係傻啲可以講係4冠王咁樣嘅。但係依家咧跌跌下咧，咁都去到聯賽杯嘅中游噶啦吓，再輸咧，其實你話跌高去第14、15都唔出奇嘅。咁所以咧。講到呢個期望與落差咧，其實都同學神之亂有得比嘅。咁點解要提學神之亂咧？吓，咁學神係教咗半季，跟住就係 King Kenny 上任，一個戰術係好明顯落後噶啦。咁但係勝在有名宿嘅光環，可以用一啲簡單嘅戰術打士氣波，提振翻個士氣。咁起碼咧打翻起一季半季咁樣止咗血，同埋叫做谷翻起隊波先啦。依家都有呢個人噶，嗰個人咧嚟香港之前咧，最近都籌組緊教練團噶，籌組唔切嘅咋，夾唔到格流。嗰個係謝拉特啊，咁睇下謝拉特啦，會唔會即係翻嚟救一救價咧？吓，咁啊，作為一個教練嘅身份，雖然大家應該會反對喺呢一刻講嘅話，嗱，唔緊要嘅，可能喺1頭半個月之後咧，攞翻呢一段嚟講咧，就。有可能發生啦，不過咁嘅 FSG 佢千辛萬苦揀咗個 slot 翻嚟咧，就唔會咁輕易炒嘅吓，即係依家講嘅真係言之尚早啦，講定先嘅啫吓，因為依家好多嘢咧都俾人講晒，唉，總結下啦吓，即係好老實講咧，我話搵唔到啲咩樂觀嘅理由嘅喺呢一刻，但係喺呢一刻。仲 keep 住 believing 嘅，咁先至真正嘅保持信念啊嘛，係咪？學雲大哥話齋，上年慶祝過英超冠軍嘅，今年喂係咪要更加支持球隊先啊？咁所以咧，因為大家 take care 好自己之後咧，就睇下一齊上齊落啦，walk on 啦，撐住隊波啦吓，直播見噶咯喎，直播一齊撐住噶咯喎，咁當然啦，仲可以 follow 小弟嘅 Instagram 啦，有2個 page，咁一個講足球，一個講個人啦，未訂閱嘅快啲訂閱啦，
我都會睇下盡量拍多啲片啦吓，咁直播一定做噶啦，每一場都會陪住大家，咁啊盡量陪住大家。OK，Walk on，最緊要咩啊？You never walk alone。